我弄疼你了。这不是我妹夫陆景怀吗？我怎么跟他躺在一张床上？对呀，陆景怀不是早就死了吗？1985年，我这是重生了。姐姐，今天是咱们俩大喜的日子，我敬你杯，祝咱们俩以后的日子红红火火。好像花儿开在春。上辈子你运气好，嫁给福州那个首富，而我嫁给陆景怀那个残废军官。陆景怀从部队退伍不久，家道中落，还没有生育能力。我一辈子无儿无女，最后惨死。这辈子我重生了，这次我嫁富豪，嫁那个残废军官。前世我为傅林州生儿育女，一路扶持他成首富，他却背着我找年轻小三儿，还把财产全转移到他名下。没想到重活一世，江月月脑子被驴踢了，主动换嫁渣男，把陆景怀这么好的男人便宜我。江时远，我知道自己是个废人，既然你不乐意结婚，那你就走吧。谁说我不愿意的？我一直都喜欢你，嫁给你，我100个乐意。难道你喜欢我妹妹江月月？我没有。既然你不喜欢我妹妹，现在我清白也被你毁了，不如我们好好过日子。不行。不行？原来你那里不行啊。你说谁不行？那你就证明给我看看。悔啊！上辈子怎么就没发现陆景怀表面清冷，私底下这般生猛，一点也不像傅林中那个3秒男。陆景怀，你看你昨晚做了什么？你双腿残疾，可是要耽误人家一辈子的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这里有2000块，就当给你的补偿。陆景怀，我们的结婚报告呢，已经打到部队上了。你要是敢把我赶回娘家，我就去部队找领导告你的状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我现在双腿残疾，就是一个废人，以后会连累你一辈子的。这腿真是结实有力，等治好后，我可有的是福享。谁说你是残疾的？你这腿我能治好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我之前找了很多名医，吃了不少药，但是都没有治好。你又不是医生，你又没学过医，怎么能治得好呢？那些庸医哪配跟我比呀？你学过医术？上辈子江月月嫉妒，在仓库纵火。江月月，我是你亲姐姐呀！你要害死我！江时月，我长得比你好看，比你年轻，
凭什么你过得比我好？你应该比我过得惨10倍。就在我以为我要死的时候，是陆景怀出现救下的我。最后，我们2个人都得救了。小诗，你醒醒！可陆景怀却受了重伤。自那以后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差，英年早逝。后来，我认真学习医术，临死前成了华夏最顶尖的神医。可惜无法救回陆景怀。你摸够了没有。你这腿，我说能治好就肯定能治好，反正那些医生也治不好你，不如就让我治治试试。你看我这一根针下去，你的腿还有反应，说明没有完全坏死，只是经脉有些淤堵罢了。多针灸几次，我必定能让你正常走路。陆景怀，听说你之前在部队那可是出了名的神勇，你甘心吗？一辈子躺在床上，像个窝囊废一样，连多尝试一下都不愿意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，我要接受治疗，能不能重新站起来？我保证，只要你配合我治疗，一定能站起来的。不过，以你现在的身体情况，至少要针灸全身720处穴道，才能排解淤堵。疼痛程度相当于一次性断裂了12根肋骨，你能接受吗？好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去给婆婆敬茶了。我帮你换衣服。我自己来就行。好，我不看。我老公的身材也太好了吧，简直诱人犯罪。江月月那个蠢货真是生猪吃不了细糠。你昨天故意给我换了情，是又怎样？木已成舟，你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为什么要后悔？我感谢你还来得及。谢谢你，让我嫁了个好老公。哎，好老公，他要是那双腿没残废，前途无量，的确是个好老公。可惜他那条腿治不好喽，他马上就要退伍，后半辈子就是个残废。你等着，跟他一起吃苦吧。陆景怀是在抗洪救灾中救人才受伤的，他是英雄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风凉话？我说的是实话嘛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很羡慕嫉妒我嫁的是林州啊？毕竟林州身强力壮，干啥都行。江月，没想到你都重生了，还这么没脑子。你确定傅林州身强体壮？我是三表男。江轩，不许你诋毁林州哥，咱们俩换亲已成事实，你别再小想林州哥了。放心吧，我对别人的老婆不感兴趣。你就是在说谎，毕竟陆景怀双腿残废，那方面还不行，你就等着守一辈子活寡吧。你敢打我！江月，你要再敢说陆景怀一句不好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打到你不敢吭声为止。打到你不敢吭声为止。10月，景怀，晋查医生马上要开始了，你们准备准备。好，我们马上就来。新人第2天要给婆婆敬茶，景怀、10月来。妈，喝茶。哎，妈，
妈，您喝茶。哎，十月，你嫁给陆家是陆家的福气，这是给你的红包，你好好收着啊。谢谢妈。上辈子陆家那个死老太婆不待见我，给了我一个很小的红包，叫亲戚朋友看笑话。这辈子轮到你江时苑，看你怎么收场。姐姐，你打开给我们大家长长眼呗。就是啊，打开看看。我看这敬茶钱起码有100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再给我们看看。这么多，至少500块。这陆家真是看中这儿媳妇呀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敬茶钱。怎么会这样？陆家这个死老太婆怎么会给那么多钱？明明前世给我的敬茶钱只有10块钱，这死老太婆竟然搞双标！江月月，发什么疯？你不去给你婆婆敬茶，来我这里找麻烦？你该不会是看我嫁了个好人家眼红吧？我眼红你？我呸！陆景怀就是个残废，花多少钱都治不好。他的腿好不了了，早晚要退役。到那时看你养。你有病吧？一大早的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到处找你呢。我去看姐姐姐夫敬茶了。这有什么好看的呀？咱们不也得敬茶？来来，都准备好了。来。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。妈，妈，月月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们傅家的人了，要好好的孝顺婆婆，好好的伺候我们林州。来，红包收着。谢谢妈。妈，这敬茶钱怎么只有5块？我姐的婆婆可给了500。月月，不能这么比。陆景怀是军官，他家里有钱，我们家穷，可给不起那么高的敬茶钱。那也不能少这么多吧？你不乐意嫁给我们林州，可以滚回你们江家。月月，那陆景怀是个废物，你姐嫁给他，那可是要苦一辈子的。敬茶钱当然要多给了。我不一样，我好手好脚，我还有脑子，以后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也对，陆景怀是个废人，连男人都算不上，不多给钱，怕江时苑跑了。傅林州以后可是首富，不需要花钱收买我。对不起，婆婆。好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也不想让你进门的第1天就闹得不开心，赶紧去做饭。月月，我想去做生意。现在国家改革开放，支持个体经营，现在正是做生意的好时候。但是，我现在兜里的钱不太富裕，你看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上辈子傅林州成了首富，现在的创业，我必须无条件支持。好，我把压箱底的钱给你。真的？啊，太好了！老婆，你可真好。等我发达了，我一定给你买好看的衣服，还有好大的房子。好，我等着。啊，你怎么不敲门啊？怎么不给自己的媳妇儿看？你想给谁看？哎，景怀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对吧？嗯。所以呢，我们迟早要过正常的夫妻生活。这女人怎么比我一个大老爷们还要大胆？好了，
我给你擦干净，穿身新衣服，陪我去买回门礼。好。走慢点。姐，我老公马上要去谈一笔大生意，要是谈成了，以后可就是有钱人了，不像你，守着残废一辈子。上辈子傅林州的确有做生意的眼光，可他不会为人处事，处处得罪人，是我帮他处理好人际关系。说了那么多还不肯合作是吧？你以为这个市场就你收药材？找别人合作去！老公，哎呦，心气这么高，还出来做买卖？王主任，王主任，我老公这个人您又不是不知道，不会说话吗？我替他向您赔罪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这杯酒，我敬您。喝一杯。来。你把这些都喝下去，我就考虑。王主任，这个是您说的。哟，来。来，继续。做个生意而已，不用这么着默认。对方这么有诚意，就跟他合作吧。老板，是。等你老公把这笔生意谈成了，再来炫耀也不迟吧？我说错了吗？陆景怀家境虽然好，但是他的腿治不好了，要残废一辈子。石月，是我连累你了。老公，放心吧，凭我的医术，肯定能把你的腿治好。这个款式新，这个花色好，你说我买哪个合适啊？老板，这2样都要了。哎，已经花了太多钱了，买一件就够。这是结婚后你第一次回娘家，我们多备一些重礼。放心吧，钱都带够了。好吧。王主任，听说最近您在收一批药材，我这刚好有一批上好的3期，您看有没有兴趣咱们合作合作？哎呀，这药材不是谁都能用，特别是新手，很容易把握。你呀，我看算了。哎，你怎么还看不起人呢？又不是只有你家在收药材，你要是不跟我合作，我找别人合作去。萧石呢？陆景怀，什么办法都能放过他。这不是我上级领导陆景怀吗？你们认识陆景怀？那是我姐夫。哎，等等！哎呀，怎么不早说？来，坐。我看傅先生就是出大神采呀，那我们就继续谈刚才的合作。我就知道我老公厉害，江石原，你给我等着吧。我跟领导批复，咱们就可以签约了。咱们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好。哎，这样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聊。不错，王主任，您慢走。老公，咱们要抓紧时间提前备货。可是这合同还没签。你看啊，刚才王主任对你那么殷勤，这事儿10有8九，咱们提前备货，
等和王主任签完合同，立马交接，马上就能赚钱。老婆，你说的对，我这就借钱去。还能忍吗？要不然先歇会儿吧。不用，我能忍。好了，站起来试试。慢点，慢点，没事，没事。喝呀！哭啊！这是把我当小孩对待。我不吃甜的。怎么？难不成也是想吃进口糖？什么是进口糖？给我一个吻，给我炙热的双唇，这个就是进口糖。温柔坚定的眼神。你害羞了？我没有啊。风中缠绵红了的香气，说着恋人的絮语。你赶紧起来。终于相信不起，你是我躺着舒服。的命运。妈，你看，锦怀能站起来了。锦怀，你真的站起来了。是啊，妈。小月，你真是咱们陆家的福星啊！哎呀，锦怀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我没事。妈，您别担心，锦怀这不是刚站起来吗？我们慢慢来，我向您保证，总有一天锦怀一定会健步如飞的。哎，好好，小月，3天以后啊，你回娘家，妈给你准备了回门礼。妈，我们俩之前买过了。哎，你们是你们的，我准备的是我的。咱们陆家一定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回门。谢谢妈。总算搞定了。这下终于可以等着收钱了。月月，你也太不懂事了吧！回家来就带这么点东西，打发叫花子呢？我们家不差这点钱，你们俩从哪来？回哪去？爸妈，我们最近和部队负责采购的王主任达成了合作，家里的钱都用来进货了，实在是没钱。但是等合同上交之后赚的钱，我们肯定好好孝敬你们。哎呀，咱们林州啊，指定有出息。你看，还站着干嘛？赶紧做呀！来，对。爸爸，我回来了。爸妈，你们别看我姐风风光光的，她陆锦怀是个残废，早晚要从部队退伍的。从部队退伍意味着什么？以后我姐要照顾家里家外的，哪有空管咱们呀？月月说的没错呀，以后咱们家还得靠我撑着呢。我这次啊，可是跟部队负责采购的王主任谈成了合作，这要是以后啊，咱们有生意的往来，咱们啊就有大把的钱进来。以后啊，你们想买什么用什么，尽管跟我说，我肯定都会满足你们的。你确定王主任跟你达成合作了？
那还有假？王主任今天可是要过来跟我签合同的。我的好女婿啊，你将来呀，要是成了首富，那我就是首富的丈母娘啊！那是，我们林州虽然穷啊，但有经商头脑。景怀虽然是个军官，但是个残废，有什么用？靠着我老公拿的订单，现在还敢拉踩我老公，说他残废，连合同都没签，就敢出来招摇，也不怕黄了。江徐远，你就这么诅咒我们合作黄？你真是心思歹毒。王兴和我老公都是部队生，说不定王兴就是我老公的部下，我老公一句话就能让这个合作取消掉呢。姐夫是有点权势，但是他也快退役了，就别瞎捣蛋了。哎呀，师院呐，林州回月月啊，也是为了景怀可惜，你的力气那么重干嘛？就是，一家人呐，和和气气的才能生财。明明是他们说话难听，你却要向着他们说话，心妹妹有些太偏了吧？石月怎么跟父母说话的呀？啊，妈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？姐，当着姐夫的面儿，你怎么没有刚才那么嚣张呢？就是，姐，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姐夫，刚刚姐说部队的王主任是你的手下，说你能取消我们俩的合作。你一个退伍军人，哪有那么大本事啊？你说的王主任是部队采购部的王兴吗？是啊。只是跟王兴合作，就敢欺负我老婆，这气我老婆能忍，我忍不了。这合作我取消定了。哟，夫妻俩一起说大话，爸妈，我看姐啊就是被姐夫带坏的。是不是说大话？把王兴叫来不就知道了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还认识王主任呢？喂，王主任。哦，您现在在附近呢。什么？现在过来签合同？哎，我家都备好饭菜，就等您来呢。哎，好嘞，等着瞧吧。王主任现在就过来签合同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等王主任过来。爸妈，这王主任可是咱们的财神爷，咱们可得好好招待招待。哎，你放心，饭菜呀都准备好了。真没想到，我这辈子还有幸见到大领导。这是爸妈的位子。哎，这是王主任的位子，到那边去。哎，王主任来了。王主任，王主任，您大驾光临，简直是我们江家的荣幸啊！王主任，那个药材已经准备齐全了，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拉货啊？我这次来呀，就是见我们家领导的，等那边点头同意了，就可以完成签约了。您做主位。不，我不能坐这个位置，我不能坐。不是，您太客气了，您可是贵客。领导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位置应该是您坐呀。来，坐。王主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就是，陆景怀怎么可能是你领导？我们家领导，我怎么可能不认识？王兴，取消合作。好的，领导，马上取消合作。什么？陆景怀谦真是王主任的上级领导？上辈子他都没跟我透露过这件事。好你个江时月，这辈子嫁给残废军官还能享福，凭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？我不要你过得不舒服。王主任，你不是说好来签约的吗？我亲戚朋友我都见个遍了，药材我都收了一大堆，你不能反悔，你这是毁约！你知道你得罪什么人吗？个没脸的贱，还敢叫嚣啊你！你管我惹的是谁？我按照标准给你准备好了药材，你说不要就不要，你赔我损失。合同都没有签，赔什么赔？合同都没签，你就囤那么多的货品，脑子不好吧？姐夫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
不要因为这几句话闹得不和。林州建了很多药材，搭进去不少钱。如果真取消合作，那我们就要欠一屁股的债，我们不就完了吗？爸妈，你们也帮忙求求情啊！哎呀，金欢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啊。那个，我看合约啊，就没必要取消了，还是给他。哎，毕竟啊，老开了，大家脸上都不太好看。是啊是啊，这都是我女婿，我都期望个个有出息，是吧？这生意给谁做不是做呀？你大人有大量，也就放过他们一马吧。爸妈，那他们刚刚夫妻俩欺负我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知道这样帮我说一句话？他们欺负我媳妇儿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不说是一家人？这个合作必须取消。爸妈，这订单要是取消，我就不活了。石月，你快帮着说句话吧。石月啊，你就打你妹妹一顿，出个气也就算了嘛。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妹妹和妹夫倾家荡产吧？你就帮忙给景怀求个情吧。生意上的事我不管，但是景怀怎么做有他自己的考虑，这份情我是不会帮他求的。江时月，你为什么不帮我求情？你是不是嫉妒我嫁给了一个身心健康的男人，不甘心？你是不是也重生？是的，我也重生了。我的好妹妹，你自以为选择了一个好男人，其实你错了。傅林州上辈子能成为首富，是靠着全力托举的。我怎么听不懂你说什么呀？什么重生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是不是还嫌我丢人丢的不够？林州，我都是为了你好啊！我不用你在这替我求情，就算没有陆景怀，我一样能找到致富的门路。根据本台报道，傅林州先生参加竞标会，拍下药学界泰斗何老多项医学研究专利。我想起来了，过不了多久，傅林州竞拍下何老多项医学研究专利，开姜茶，赚得盆满钵满。王主任之所以那么尊重陆景怀，是因为他是军官。等到他双腿残废，从部队退伍，落下一辈子残废，到时候就没有勇气这么嚣张了。你不一样，你除了和陆景怀合作之外，还有别的路径。江月月突然这么笃定，算起来，这个时间差不多是傅林州跟何老搭上关系的时候。上辈子，傅林州跟王主任合作，积累了第一桶金后，想开设药厂。为了给他搭上何老的人脉，我亲自去求他。佳爱姐，你回去吧，何老不想见你。我要等他何老出来再走。谁害怕心痛，否认心动，任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，谁会甘愿蹉跎，这样擦肩而过，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。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明火，让我在明亮一次照耀星河，至少一次飞舞不会再坎坷，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，我真心拥有过，哪怕短暂快乐，留给岁月一抹温柔的色。小石院呢？我看你对药学非常感兴趣，不如就做我的徒弟吧。学生拜见师傅。师傅将独家专利给了傅林州，但要他答应拿到专利后赚的一半的钱用来造福社会。谁知傅林州出尔反尔，搞起了垄断，最终活生生的气死了老师。重获一世，我绝不会让这个悲剧重蹈覆辙。好了好了，你少说两句粤语，你们是姐妹啊，不要恶语相向了。他们两个人好了，飞黄腾达了，我跟你妈呀，不知道多开心。爸，发达的只能是我们家林州，陆景怀就是一个残废，不必和林州相提并论。好，
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等着妹夫飞黄腾达。好，很快就会到那一天。江时月，你到时候别躲在角落里哭。你们呀，都别理他啊！来来来，快吃饭！来，不用了，礼已经送到了，我和景怀呢，就先走。哎，琳达，等等我。哎，你们回来这么早啊？没在小月妈家里吃饭啊？今天没吃。你们先回屋，我给你们准备了好东西。这是妈特地给你们煲的汤，多喝点。好。这味道是……妈，你这汤怎么煮的跟我平常不一样？去你的！我是你妈，难道还害你不成？多喝点，多喝点啊！好，多喝点，早点给我生个胖孙子。小心！哎，老公，谢谢你今天给我撑腰。我们是夫妻，我护着你是应该的。要不是因为我腿的事儿，他们也不敢嘲笑你。放心吧，你腿一定会好的。要不你先起来？怎么？我压着你了？要不我给你按按腿吧，省得以后肌肉萎缩了。好。陆景怀，你放松点，肌肉太紧绷了。景怀，把腿抬起来，这样方便一点。要不今天还是算了吧。怎么了？我弄疼你了？那我轻点啊！你别乱动。呀，你流血了。陆景怀，你放松点，肌肉太紧绷了。景怀，把腿抬起来，这样方便一点。我弄疼你了，那我轻点啊！呀，你流血了。本以为景怀腿不好，伤到了根本，我们陆家要绝后了。可没想到小院这么生猛，照这个速度啊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能抱上白白胖胖的大孙子了。景怀妈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没干啥，没干啥。哎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不好意思，冲击了鸡蛋，这不家里来客人了，没鸡蛋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可别打扰我儿子儿媳妇给我生孙子。我自己来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我……但是你怎么突然流鼻血？你不会身体出什么问题了吧？我帮你把脉啊。这男人力气可真大呀！陆景怀，你不能讳疾忌医啊！我只是有点上火，你不用帮我把脉。好，那你放手。上辈子，师傅心心念念想研究出来康希诺疫苗，突破国外的封锁。可直到去世，师傅都没研究出来。后来我接手了师傅的研究，5年后才研究出疫苗，重活一世。我先把疫苗方案给了师傅，希望他别那么辛苦，身体健健康康。石月，太晚了，早点睡觉。这就来。
老实点，睡觉。你是我老公，我贴贴都不行了，我就贴。太热了。陆景涵，你别太过分了啊，连抱抱都不行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别闹了。哼，抱抱睡和离婚，你选一个。离婚是不可能的，乖一点啊。你要抱抱吗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把我腰弄疼了。抱歉，是我不知道轻重，把你弄疼了。劝有什么用？人家要疼死了。别动，我帮你揉一揉。怎么会做这样的梦？景怀，怎么没带好自己在这洗衣服啊？我帮你。不用，我自己洗就行。听闻何老在研究康希诺疫苗，正好我也有在研究，略有心得，将研究方案寄给您参详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另外，我很仰慕何老，希望可以在这次何老办的竞标会上碰面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终于找到突破的要点在哪儿了。这东西要是制作出来，不知道可以挽救多少战士的生命。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也不用为外国人卡脖子了。我一定要见到这位神秘的大佬，我要当面感谢他。还钱！快点还钱！你别躲着里边不出来，欠我们的钱赶紧还！傅林总，还钱！如不还我钱，见一次打你一次！还钱！林州，都怪你这个蠢货！我合同还没签呢，就囤了所有的货，现在倒好，仓库里全是药材，都烂在那儿了。我可拿什么还钱呀？林州，你听我说，过段时间药学界泰斗何老就要举办一起拍卖会。我们只要拍下他的专利，我保证，不只能还了亲戚的钱，还能赚不少。这专利可不便宜啊，我哪来的钱？我们借高利贷。你打扮那么漂亮，准备去见谁啊？医学界的泰斗何老，今天他的专利要竞拍会，我想去试着参加一下。我听说他人痴迷于研发药物，而且脾气很古怪，很少与人往来。你怎么突然去参加他的竞标会啊？你是想拍下专利，自己开药厂吗？何老研发的药物一直都是被国外封锁的技术，你在部队负责药物采买这块，心里应该清楚的呀。这方面药物以往都是高价，我在想，不如我们趁这次机会替组织拍下这份专利，以后我们队内自己生产，也省了那些黑心商家赚黑心钱嘛。老公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说的没错，我现在给组织打个报告，我们一起去。老公，你真好。对呀，这次来这个竞拍会的都是药学界的大佬，我们可要多认识几个，尤其是行业内的泰斗何老。何老手里可是有好多专项，我们可要多积极一点。我都打听过了，何老这次能研发出康熙诺的疫苗，多亏了背后有神秘大佬的指点。若是咱们能先跟这位大佬认识，那还愁何老不表疫苗的独家专利给咱们啊？可何老已经是行业内泰斗，这个神秘大佬
难道比何老还厉害？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嘛。可是我们没有见过这个神秘大佬，怎么和他认识啊？听说这个神秘大佬会拿着信封跟何老见面，咱们到时候啊，就盯着谁拿了信封，这样不就知道了？你说的没错。他们怎么来了？江时院，你怎么推着个残废来？别仗着你家有几个臭钱，就想得到何老的新药方吧？没错，像你们俩仗着有点权势就敢随便毁约的人，何老最看不起了。这地方不是你们该来的。既然何老更在意人品，那最不应该来的就是你们两个。什么意思啊？走什么啊？江时院，你也不嫌丢人，推着个废物到处跑。江月，我警告过你，要敢再骂我老公，我要你好看。林州，他又打我，他都打过我10几次了，你去替我打回来。江时月，月月道歉。我就不道歉，孬种！这可是你自找的。谁让你动手？陆景怀竟然站起来了！上辈子他到死都瘫痪在轮椅上，江时月凭什么这么好命？景怀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。我就说，残废就是残废，站也就能站那么一下，有什么用？没错啊，废物！有本事你再站起来，动我一下试试。你，何老大！今天我必须见到这位神秘大佬。不行，这要是让他们夫妻俩留下来，我家傅林州哪还有机会？必须想个办法赶走他们。陆景怀，你怎么能动手打我老公呢？明明是你先出尔反尔，说好收购我们家的药材，又言而无信，还毁约。我老公不就说了你几句吗？你至于动手打他吗？陆景怀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你不就是仗着有权有势欺负我老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吵什么呢？师父，能再次见到你，真好。你的这味药啊，用量轻了，恐怕起不到很好的效果呀，要增加1/3啊。是师父，我记住了。师父。啊，有很大进步啊！啊，小院啊，这是师傅我毕生研究的成果，希望你把它发扬光大，去救治更多的病人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
这里是竞拍会会场，不是菜市场。还有要吵架的，请都滚出去！何老、陆景怀人品卑劣，他仗着有权有势欺负我们夫妻俩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何老，这夫妻俩推搡我们，听说您最刚正不阿，赶紧把他们赶出去吧！你们两口子颠倒黑白的功夫倒是见着，明明是你们自己摔倒的。陆景怀，你可别血口喷人啊！在座的各位是都看着的，就是你们仗势欺人。师傅，师傅，江时月，你可真不要脸啊！为了讨好何老，胡乱攀关系。就是啊，何老是什么人啊？他是你师傅吗？怎么喊上师傅了？难道江时院跟何老很熟？不是说不认识吗？难道是骗我的？这孩子面相和善，只是……姑娘，我看你面生，我教过你这个徒弟吗？对不起，何老，是我认错人了。您长得很像我的一位师傅。江时院，你真不要脸，为了何老的专利胡乱攀关系。何老，这两人先是仗势欺人，又是乱攀关系，然后居心不良的，看赶紧把他们去吧。对，这种不要脸的人就应该滚出去。你们两个费尽心思颠倒黑白，你们才是图谋何老的专利。你胡说八道！起来！确实是有一个人要滚。江时院，听到没？何老叫你滚出去。该滚的人是你。为什么是我滚？不应该是江时院滚吗？因为他是。为什么是我滚？不应该是江时院滚吗？因为他是。何老，原来他不愿意暴露身份。他是什么？何老，您说啊。他是谁与你无关，你再这么撒泼，我就叫人把你赶出去。何老，江时院他就是个贱人，见到男人就想往身上贴。再敢诋毁时院试一试！陆景怀，你放开我老婆！陆景怀，你混蛋！行了，就少说两句吧，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。你要是敢坏了我的好事，我饶不了你。切，不说就不说，我看那何老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一心维护江时院，也不知道他哪入得了他的眼。今天各位到这里来，是来参加竞拍会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如果有人要指控别人，那也应该有实质性的指控证据。要是没有，那就是污蔑。到时候就不要怪我何某人不讲情义，把他撵出会场。还有人要闹吗？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，那么就请入座吧。竞拍会马上可以开始。完了完了完了呀！这陆景怀家庭背景比我们好，资金也雄厚，咱们怎么跟他比呀？而且我这一次还借了2万块钱，其中有1万还是高利贷。这要是拍不下专利，这光是利息我就得赔5000块钱，我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啊！放心，我自有办法，让他们拍不到这次的东西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放心，一会儿再告诉你，保密。事成之后再给你200。本次拍卖会最重要的是拍卖何老新研发的药学专利，最重要的就是康希诺疫苗。
此项专利突破了国际封锁，在国内拥有巨大的市场。在座的各位都是医学的专业人士，都应该明白此次专利的重要性。那现在，请大家公开展示价格和方案，最终由何老来决定哪家拍下此次专利。终于轮到了，这次可一定要成功。标了2万块，可是我东拼西凑借来的，其中还有高利贷。这要是拍不下来，这利息就得赔去5000块了。放心，何老爷的专利非你莫属。现在所有人的方案和竞价已经收齐，那现在我们公开展示竞价和方案。傅林舟报价2万元，陆景怀报价1毛钱。笑死人了！江时远、陆景怀，你们给何老爷子的专利拍1毛钱，恶心人的吧？说的对呀，太气人了！何老爷子苦心的研究成果被人践踏，这夫妻俩不是真是来搞笑的吧？1毛钱就想拍走何老的专利，做梦呢！青天白日做梦，1毛钱想拿走专利，想屁吃吧！怎么会是1毛呢？我明明填的是3万呀！有人恶意改写了我们的竞标价，被篡改？哼，陆景怀，你指责谁呢？指责何老不公正啊！就是，装大款的装大款，掏不出钱就直说。你们这么激动，难不成是你们篡改？心虚了？笑死！我们心虚什么？是你自己没有保好自己的标牌，让我们这么多一群人陪你闹，你多大脸啊！陆景怀，竞价的规矩就是递交的价格就不能改。你别以为你在这无理取闹的就能改变结果。对，赶快公布何老到底选择哪个方案。现在我宣布，公开竞得何老专利权的人士。现在我宣布，公开竞得何老专利权的人士：陆景怀、江时苑夫妇。什么？他们拍的专利？何老不会搞错了吧？我耳朵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怎么会是他们呢？他们才追1毛钱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的价格明明更高，怎么会输给江时苑？何老，是不是搞错了？递交的价格是2万块钱，你怎么不给我？竞标的价格是1毛，你就给他，你在想什么？何老，是不是弄错了？这2万和1毛，哪个钱多钱少，你分不清啊？是不是傻？我并没有搞错，这次专利归陆景怀和江时苑夫妇所有。另外呢，有关有人篡改标底一事，我还要调查清楚。这标牌上的纸啊，是特制的，有着特殊的符号。而陆景怀、江时苑他们夫妇所持的标牌呢，没有这个符号，那就说明这是别人调过包的。他们自己的报价是3万元，我相信他们不会说谎，所以我叫工作人员封锁了全场，要排查一下，看看到底是谁篡改了他们的标牌价格。何老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啊，是谁收买你作假的？我，你要不说，那你就是主谋。没错，你现在说是谁让你干的，还来得及，要不然等到了警察局啊！我说，是他收买我的。呵呵，还真是你们俩呀！来人，把他们俩赶出去！我没有何老，走，你听我们解释。何老，凭你面试不公平！何老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把专利给我们？这个专利呀，本来就是你妻子她研发的。什么？
现在给你们，那就是物归原主了吗？我只是给您提供了点研究思路嘛。这份疫苗能研究成功，还是何老您的功劳。何老，该给的专利费呢，我们一分不会少。回头啊，我就把3万给你。我就是一个骚老头子啊，不需要有那么多钱。我做这个专利呀，也是想方设法的回馈社会。我希望你们把它变成更多的平价药，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医治。何老，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的。不过，您也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好好吃饭，可不能为了研究疫苗废寝忘食啊。孩子，我们挺合眼缘呐。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，拜我为师啊？师傅，我愿意。江月月，你不是说陆景怀拿不下这次拍卖会吗？你不是说让我放心，让我开睡的吗？怎么，我们俩倒成了被戏耍的猴子了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何老那个老东西帮着张诗苑，我看就是他糊涂了。好，林州，赶紧还钱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我们没钱，没钱，先让我们过过手瘾。呸！没用的东西，真不经揍！赶紧想办法还钱，否则老族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。我们走。林州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滚！这丧门星，我早就不应该听你说什么借高利贷。我辛辛苦苦挣的钱，我全赔进去了。乖，我打你！林州，我怀孕了，求你别打我。什么？真的吗？我可算是听到一点好消息了。我刚刚只是在气头上，你别怪我。放心，就算我这一次拿不下这个拍卖会，我也能干点别的。我会让你好好过上好日子的。咱们走。景怀，媳妇儿，你这腿才刚好，能做这么剧烈的运动？在部队啊，这基本操作，好久没运动了，肉都松了。景怀，你的腿能好，真好。我都把你弄湿了。我又不嫌弃你。组织已经选好工厂了，就在宁家村。等工厂建好，立刻就会生产药。好，快睡觉吧，我床都铺好了。好。别贴我那么近。我冷。你是女同志，说话要含蓄。含蓄有什么用？含蓄能睡到你吗？我的腿好的差不多了，我已经给组织打完报告，马上就要回驻扎地了。你身体比较弱，就不用跟着我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不行，我们是夫妻，哪能分开呢？我跟你一起。不行。徐徐回望，曾属于彼此的晚上，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。老板，别妨碍我做生意。老板，
去，你在这里喝了，我不敢跟你合作，我不敢跟你合作。怪这该死的陆景怀！月月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我得罪了何老，药品界所有人都不想跟我合作，我这生意怕是做不了了。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小月，我听说江月月和傅林州去何老家闹事了，明着说是赔礼道歉的，其实呢就是去闹事的。现在何老家门口围了好多人看热闹呢。什么？上辈子这个时候，师傅身体正不好，要是受了江月月的刺激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妈，我先去看看啊。哎，小月，景怀一会就回来了，你和他一起去啊。我是来负荆请罪的。何老，今年的招标会是我做的手脚，和我老公傅林州没有关系。您是业内泰斗，现在业内的人都不跟我们合作了，你就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啊！何老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既然知道错了，那就该放人一马呀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他做了错事就该付出代价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何老不出来说话，就是他不对。何老，您想惜才我老公，勤奋踏实，你忍心毁了他吗？江小姐，你回去吧，何老不愿意见你。别跑啊！肚子里还有孩子，你要是吓到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我从来就没有封杀过你老公，你别跪在我家门口了，赶快起来走吧。何老，你未曾封杀他，但行业里都知道你对他的态度。我求您去跟他们说一声，让他们继续跟我老公合作，不然我就不走了。你这不是为难人吗？我的影响啊，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大。就算我说了话，那也不一定管事儿啊。哎呀，我肚子好痛！何老想害我和我肚里这个孩子，你想一尸两命吗？江月月在啊！又是你，江时远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江月月，你赶紧起来滚回去，别在这里撒泼打扰何老休息。我不走。何老还没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凭什么走？江时月，你别忘了，这不是你家，是何老家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今天这事儿，我还管定你。江时月，你耍什么疯？你怎么这么偏袒何老？我明白了，你们两个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毕竟你老公残废，那方面还不行。勾搭何老也是正常，要不然他为什么上一次竞拍会那么偏帮你，而你又一而再的维护他？你这个人怎么能胡说八道啊！我和小月清清白白，绝对没有半点不轨。哟，小月都叫上了，要我说你们俩真是有意思。江月张嘴就喷粪，我今天就要好好收拾收拾。你们打我！我跟你拼命！这陆景怀见人健步如飞了。江时远，你凭什么处处比我好？时远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陆景怀，你这个废物，你难道看不出来江时远和何老有一腿？你头顶上已经有一整片绿色草原了。时远是我的妻子，她的为人我清楚得很。你在这里胡说，不但侮辱了我的妻子，更侮辱了何老的为人。我重伤他们，
要如果江诗苑和何老没一腿，那为什么放着我家的2万不要，偏把自己的专利1毛钱卖给你们？哎，别告诉我，他清高到1分钱都不要。江月月，你当真是狗眼，看什么都是屎，气急败坏骂我了。我看啊，就是我说中了。你不用挑拨离间了。何老之所以把专利给石院，那是因为他们俩是师徒。师徒？你问问大家，啥时候见过何老收徒啊？江诗苑的确是我的徒弟，而且康希诺疫苗专利也是他研发的。我把东西物归原主，只收1毛钱，有什么问题？我才不信！你看看吧，这是小院2个月前发给我的有关康希诺疫苗的研究思路。江诗苑什么时候研究医药学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的事多了，我还要挨个告诉你。你肯定是在骗我。年轻人，说话要动脑子哦。这种事情有谁去开玩笑？你赶快起来回家吧。对不起，何老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德高望重，求求你放过我老公吧。我帮不了你。江月月，你还不快滚！我肚子好痛啊！江诗苑，都是你害我摔倒的。要是我和我的孩子有个3长2短，我干你没完！大家伙都在这看着，明明是你先撞向我的。把他带走。江诗苑，不喜欢，跟你们没完！哈哈，今天呢，得亏你们2位来呀，要不然的话，这种事情我真不知道怎么处理呀。何老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更何况这件事情因我而起。小燕啊，静怀啊，既然你们2位来都来了，那就到里边喝杯茶吧。好。该死的江诗苑，总是坏我好事。同志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啊？淮海那边发洪水了，大家都在捐物资嘞。我记得上辈子洪水过后发生了10亿，各种物质紧缺，特别是粮食和药品。富林州当时倒卖物资赚了一大笔，这才一跃成为本地首富。江诗苑，我一定会让富林州成为首富。到那时，就是首富夫人，永远残忍我的。林总，给老子出来！老子那么多钱，你不还这个钱，老子就是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让你还回来！开门，小兔崽子，老子把你抓到，把你活剥了！副林总，再还钱，老子把你家给你砸了！老公，这什么情况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还用你问？我之前欠的钱全还高利贷了，连本息5000块钱，我1个月工资才100，我这是被你黑惨了。老公，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老公，我有办法让咱们度过现在的难关。什么办法？淮海村发洪水了。你扯这些干嘛呀？老公，你想，一般发洪水，一般会食物紧缺，药物稀少。你要真想赚钱啊，你就抓紧去进一点食物和药材，到时候就能赚到钱了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哎，还是你有主意。哎，老婆，等我赚了钱了，我一定给你买好房子，给你穿漂亮的衣服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等你。何老家的事解决了吗？妈，都解决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呀？啊，没什么。妈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就是啊，妈。刚才在外面听刘婶说，
外面的人都说景怀伤了根本，没办法怀孕，所以跟小燕结婚这么久才没有孩子的。谁说景怀不能生的？景怀能生这的呀！以后谁跟您嚼是非，您告诉我，我撕了他的嘴。真的？肯定是真的呀，妈！您还不相信我的医术啊？我都把景怀的腿治好啊！妈相信，妈相信。哎，那我们快吃饭吧。石原，多吃一点。怎么了，石原？景怀，小月，怕不会是有了吧？真有了！哎呦，真是太好了！哎呦，你这混小子，赶快放下小月，以后经不起折腾。我太开心了！看你这傻样啊，小月，你可是我们陆家的功臣啊！以后啊要好好休息，别太累着了啊。好，妈。报告陆队，淮海村发生了红号，当地灾情严重，部队命令你立即部队支援淮海，明天就出发。我知道了。淮海村洪水泛滥，淮海村洪水泛滥。记得前世淮海村洪水肆虐，后来还发生了10疫。我让富林州囤积粮食和药材支援灾区，谁知那个见钱眼开的居然转手倒卖发国难财，害死了无辜的老百姓。重活一世，我绝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景怀，小月刚怀孕，正需要人照顾，你就不能跟部队打个报告，让别人去吗？妈，这是组织的安排。再说了，保护百姓的安全是军人的天职，我怎么能推卸呢？可是，妈，你就放心吧。再说了，景怀说的对，人民子弟兵就是要保卫人民，我们就让他去吧。那好吧。我明天要走了，你好好在家照顾好自己。景怀，我想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我是去救灾，不是去游玩。你去了，只会让我分心。你好好在家照顾好自己就行。那好吧。陆景怀，洪灾过后一般都会发有10亿，现在我们不缺药品那些，但粮食什么的你们一定要备好。我都记住了，我会提前给组织打报告的。你怀孕了，早点睡吧。景怀，我睡不着，担心你。灾区危险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。好，你放心吧。景怀，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要太劳累了啊。还有，不要再像之前那样救人不要命，听到没？妈，知道了。石原，你照顾好自己，还有妈。好了，妈，石原，我走了。妈，石原，照顾好自己。小月，你拿这么多钱要去哪里呀？妈，我准备去买点东西。妈知道你想做什么，你想支援灾区是不是？
妈这里还有些，都拿着，就当支持景怀了啊。谢谢妈。辛苦。还有那边的，一会儿去那边看一眼。好，慢点，好好放啊。玉玉，你在家等我吧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林州，灾区人心险恶，情况复杂，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行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很快回来。好。林哥哥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救救我！大家都检查仔细了。陆队，房屋底下发现一个女同志，特别危险，不敢贸然营救。林哥哥，不要丢下我！你们做好接应，我去救人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队长，房子支撑不了多久，您先撤吧。你们不能放下我！求求你们，必须救我！同志，你现在处境很危险，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他的伤情很严重，已经昏迷了。要是能找到他别的亲人，尽量帮忙找到。是。大家检查仔细了。慢点。陆同志，陆同志，现在食物紧张，这是分给我的食物，我吃不完，给你吃吧。不行，部队有纪律，不能拿老百姓的任何吃的。周林同志，你赶快回去，以后没事别来找我。哦，好吧。陆队，我看那姑娘八成是看上你了，不然我们这么多人，为啥就只给你一个人送吃的？你可别瞎说了，咱们陆队可是有老婆的。闭嘴，都去干活去。陆队长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一点心意而已，您收下吧。我这里什么都有，你不用给我送，照顾好自己就行。陆队长，您是不是烦我了？我现在孤身一人，只是把陆队长您当哥哥，想给您送点东西。我没有烦你，真的。现在灾情很严重，又比较忙，没空管你。那我给您打个下手吧。哎，你腿脚不方便，坐在这里就行。哎，好你个陆景怀，才分开几天呀，竟然还招惹出一朵桃花来！景怀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让你留在家里吗？我听说灾区物资严重紧张，我就跟咱妈商量了一下，凑钱买了点物资送过来，顺便来看看你。景怀，
这位是？这是谁？跟陆大哥什么关系？哼，不管怎样，都要把陆大哥抢到手。啊，他是周林，是个孤儿，在这次灾情中呢，又受伤了，所以暂时安置在这里。陆大哥，他是谁？我是他媳妇儿。什么？这个该死的女人，为什么会是陆大哥的媳妇？不，他不能结婚，也不能有媳妇，他的媳妇必须是我，是我。怎么？他没跟你说啊？周林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好，陆大哥，我马上走，不耽误你和嫂子说话。这家伙肌肉是石头做的吗？这么硬。媳妇儿，你怎么了？你说我怎么了？我和他没什么，你别误会。哼，你是没什么，保不准别人心里有什么呢。哎，媳妇儿，放开我！我保证不跟他多说话，别生气了。陆静花，我为你忙前忙后，给你生儿育女，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的事儿，有你好看。老婆，我以军人的名义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。好了，好了，哭鼻子里有。好了，我给你带了好吃的，走吧。走。卖粮食了啊！卖粮食了，大家来看一看，买买了，这好东西现在可买不着了。你这价格也太高了，平时卖的才5毛钱呀！就是黑心的商人，知道我们遭灾了，缺衣少穿，哄抬价格。说什么呢，死穷鬼！一个个的，别耽误我做生意啊！买不起，赶紧滚！看我饿死你们！带走，快！打人了呀！打人了呀！打死人了！哎呀，打人了呀！大伙儿听我说，那边有人发放免费的粮食，咱们不跟这个黑人买东西，让他白欢心一场。走啊！哎，别走，都别走啊！哪个混蛋敢抢我的生意？大家稍安勿躁，我们马上就运完了，我们人人有份儿。女同志，谢谢你，你真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在世啊！要不是您呐，我们也得到对面买高价米、高价药去。我们本来受灾严重，还有人想从我们身上吸血，实在不道德。这样的人必定天打雷劈！天打雷劈！天打雷劈！该死的姜时月，居然搞了这么多物资来救灾，他这么搞，赚不到钱可就完了！弄死这个可恶的贱人！媳妇儿，你收集那么多物资，辛苦了，这里交给我，你去休息一下。上辈子没做成的事儿，这辈子做到了。报告陆队，组织上派发的救灾物资马上就到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在这的生意全都得赔光！怎么会这样？完蛋了！妈，这次林州回来肯定能赚很多钱。我想给他办一个大型的庆功宴，把咱们县那些有头有脸的人都叫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如今也要生了，咱们家双喜临门，是应该庆祝庆祝。
只要你肯出钱，怎么热闹都不过分。想让我拿钱，不可能，我身无分文。妈，我的钱都被林州拿走了，这白酒得要钱，你看你能不能拿一些出来？不是我不拿，是我真的没有。要不你去娘家要点呗，或者找人赊账也行啊。能行吗？林州回来了，不就还上了吗？妈，你说的对。等林州成首富，这点钱算什么？妈，那我现在去找亲戚们借钱，你最好通知到我们县的县长也行，我一定要给林州办得风风光光的。行。把你篓里的鱼虾都交出来！凭什么？这是我们村的河，不让外人。大家都在这儿捕鱼呢，你为什么不赶他们呀？难道说，因为你看上陆景怀了，所以故意针对我？胡说八道什么？赶紧交出来，不然我会动手了！你对我干了什么？再敢对我动手动脚的，小心我把你扔河里去！切，威胁我，非死了你不可！下次欺负人之前，记得擦亮眼睛，不然踢到铁板可就不好。蒋时月，这个贱人，饶不了你！景怀，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我去抓点河虾，今天给你做韭菜炒河虾，补补身子。你去河边了？我就去旁边站了站。你怀着孕呢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这可怎么好？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你每次都这么说。算了，这次的救灾支援差不多就要结束了，你赶紧回去啊。想赶我回去也行，不过你得发誓，绝对不在外面给我招惹烂桃花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在外面胡来。我的心里啊，只有你和孩子。记住你说的话。我保证记得。这才不拜访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还能有什么事儿？招惹烂桃花，来告状了呗。陆大哥，陆大哥，你要为我做主。刚才在河边，我好心好意帮嫂子，结果他以为我和你有不清白的关系，把我推下了河，差点害死我。陆景怀，你信他还是信我？周林同志，我媳妇儿的为人我清楚得很，请你不要污蔑她。听到了没，周林同志？陆大哥，哼，算你表现还不错吧？老婆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景怀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注意身体啊！你路上注意安全。
要想我。陆大哥这么好的人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谢谢。江时苑，这是从哪儿来呀？该不会是陆景怀不在家，你寂寞难耐，出去勾搭野男人了吧？江月月，你要再敢嘴贱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我是孕妇，你抽下。孕妇怎么了？孕妇就能随便污蔑人？孕妇就能胡说八道、杀人妇？知道你嫁了个瘸子，心里不爽，长得跟你一般见识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们家傅林州啊，马上要成为全市的首富了。你确定？江月月要是知道傅林州拉去灾区的粮食和药品滞销，可能要赔得裤衩子都不剩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当然确定。到时你要在陆家待不下去，可以来找妹妹。看在我们是姐俩的份上，我一定会给你口饭吃。我可真是谢谢你了。不过，你能给自己找口饭吃就不错了。可别惦记我，我不至于活成你那样。江时苑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趁我心情好，把刚才的话收回去，重新再说一遍。凭什么？凭你是首富夫人啊？那当然。我看可别是负债的富。贱人，你敢这么诅咒本市首富？好大的胆子！等我家首富回来，不要你好看！月月，你老公让我给你捎个口信，说他明天就到家了。林州要回来了，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哎，这不错，这不错。吃好喝好。月月幸福呀！林州这次赚了大钱，以后可就飞黄腾达了。月月操持家务，是个贤良的媳妇。对，和林州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是呢，怎么说不是呢？江时远，你不会是听说林州赚了很多钱，马上要成为首富，过来巴结的吧？可惜你现在已经高攀不起了。虽然说你嫁了个军官了不起，但林州马上挣了大钱，就是首富，我就是首富夫人。到时候你可别跟着陆景怀跪着过来求我。是吗？月月，你老公刚回来就晕倒了。发生什么？林州怎么晕倒了？林州难道是因为做事情太操劳，所以累得晕倒了吗？有可能，毕竟林州做生意那么大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我去给他叫医生。医生，林州怎么样了？他是急火攻心才会晕倒，已经给他打了一针，应该很快就清醒。醒了，咱们副首富醒了！哎呦，恭喜林州，做成了一笔大买卖，要成为咱们本地首富了呀！林州，你这成了本地首富以后啊，千万不能忘记我们这些亲戚朋友啊！恭喜恭喜！林州，我就说你有经商头脑吧，我让咱妈把咱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全请来了，现在咱们整个县的人都知道你挣大钱。啊，林州，你怎么了？就是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就吐血了？江月月，我在。给我闭嘴！林州，你干嘛？做生意失败，怎么可能？我的确是失败了。
都怪你，非要撺掇我囤什么食材和药材去什么灾区，我对那边的资源很快，我的钱全赔光了。不可能啊！上辈子明明不是这样的。我怎么就娶了那么个贱人？都怪你，我就不应该听你说什么。你还擅作主张，让这个整个县的人都来看我的笑话，我这辈子都给你摧毁了。林州，你不许走！夏雪，为什么福临州会变成首富？那是你老公，你问我干什么？为什么你嫁给福临州，他就是首富？为什么我嫁给他，他落魄成这个样子？你问我为什么，不如问问你自己。傅林州想做生意的时候，你为他做了什么？如果只是出点钱，不用努力，随随便便就能成为首富的话，那天下人人都是首富了。我已经竭尽全力了。人生靠的不单单是选择，还有努力。江月月，你沦落到今天，是你咎由自取。我是走。我们把老公换回来啊！我陆景欢。江月月，以后你要是再敢惹我，我让你好看。小月，小月，妈，景怀那会让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女孩子。什么？江时月，你害我过得那么惨，结果你的男人还是出轨，在外面找女人。走。你们都是来看我笑话的。滚！滚！滚！我肚子好痛啊！你这好像流产了。外面的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告诉你，陆景怀啊，你要敢做对不起小院的事儿，我就把你扫地出门，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妈，是他硬要跟过来的，我撵都撵不走。你不释放错误的信号，人家怎么会跟着你来啊？哎呀，妈，你听我，这事儿真怨不得景怀。邹玲那个人的秉性我是清楚的，他现在一直站在门口也不是个事儿，对景怀的名声也不好。要不就先让他住进来，等到时候想办法再给他弄走。那现在只能这样了。陆大哥，这就是你家啊？嫂子，我没别的亲人了，腿上还有伤，除了陆大哥，我也没人能够依靠了。就在您家小住一段时间，等腿上的伤好了，我马上出去找工作。您别怪陆大哥。你不用解释，是我让你住进来的。我媳妇儿看你可怜，才让你住下的。
你安分一点。走吧，妈。江时月，我比你年轻漂亮，早晚把陆大哥抢到手，我等着。陆大哥，洗衣服都是女人的事儿，哪有让男人洗的道理？以后你的衣服都归我洗，伯母的也一样。不用。哎，景怀，人周同志一片好心，你这么拒绝，多伤人心啊！周同志，这是我们一家老小的衣服，就辛苦你了。这么多？周同志，你该不会是不愿意吧？说起来，你跟我们家非亲非故，无缘无故白吃白住在我们家这么久，我可是真心实意为你好，才让你帮我们洗衣服的。景怀，我们走吧，让周林同志啊帮我们洗衣服。走，周林同志辛苦啦。哦，对了，周同志，洗这些衣服的时候小心点，别搓坏了，但也别洗不干净啊。这些衣服都挺贵的。伯母，我来帮你拎东西。哟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在您家住了这么久，也该帮您干点活嘛。那好吧。妈，小周姑娘真勤快，抢着帮我拎东西呢。小月，你看妈给你买的保健品，给你补补身体。儿子啊，一会帮小月啊把这个东西拿回屋去。好的，妈。竟然是帮江时月买的东西，早知道就不帮忙搬了。谢谢妈，谢谢周同志。哎呦，客气啥呢？咱们是一家人。哎，你们赶紧啊回屋休息去，妈给你们去做饭。好，妈。好。被周林照顾的那么好，心里什么感想？救命之恩，当以身相许。陆景怀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我陆景怀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妻子。这还差不多。江时月，你别太得意，你要抢走陆大哥。来，吃好喝好哈，招待不周请见谅哈。味道还可以吧？这是谁呀？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听说啊，是人家景怀从灾区救助回来的一个女同志，住在人家陆家呢。看着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比十月还像女主人呢。就是。周林，陆大哥，我让你暂住在陆家养伤，既然你的伤已经好了，那就请你离开吧。陆大哥，我在您家小住这段日子，多亏了伯母和您的照顾，所以我才想办这个生日宴，表达我的感激。你，景怀，今天是咱妈的生日，不要弄得太难看。张时远，等我博得了伯母的喜欢，再慢慢拿下陆大哥。妈，伯母，伯母，您这寿星可算来了。瞧瞧，我特意给您准备的生日宴，也不知道您喜不喜欢。喜欢，当然喜欢了。不过啊，就是让你破费了，就是过个生日，
咱们在家随便做几个菜庆祝一下就行了，怎么还摆了几桌酒席啊？这样显得隆重，更能体现出我对伯母您的尊敬嘛。好好好，来，给我一礼。伯母，我特意给您准备的生日礼物，您打开看看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也太贵重了。伯母，景怀哥救了我一命，这阵子您又对我照顾多多，那些金手镯不算什么，您就收下吧。都是孩子一片心意，就收下吧。收下吧，收下吧，收下，收下。那好吧。嫂子，不知道你给伯母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怎么了，媳妇儿？前2天不是好了吗？怎么又吐了？小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您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只不过我的钱前一阵子全拿去支援灾区了，没给您准备礼物，您不会怪我吧？妈怎么会怪你呢？你可是咱们陆家的功臣啊！陆队，陆队，您在抗洪抢险中表现突出，上级颁发您抗洪抢险救援英雄荣誉。伯母，小月，你可真是咱们陆家的救星啊！没有你，哪来的景怀的荣誉啊？妈，您这话怎么说的？景怀能获得这个荣誉是他自己的功劳。不，石原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如果没有你，我这双腿啊就不会站起来，更别说经验立功了。这陆家呀，真是娶了个好媳妇儿呀！没错，人家景怀是好福气。妈，好媳妇，好媳妇，好媳妇。江诗月，凭什么你那么好命，什么都没做，却赢得了陆大哥对大家的称赞？我不服！死女人，钱，快给我钱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负债累累？你别打我，我求你了，我真没有一分钱。老子才不信！傅林州，把手交来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凭什么我嫁给了傅林州，他就从首富变成了流氓？凭什么你江诗苑嫁给陆景怀，他就从残废变成了人人羡慕的军官？江诗苑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，我绝不会让你好过。你就是周玲吧？你是谁？我是江诗苑的亲妹妹。当初要嫁给陆景怀的人是我，可他嫉妒，故意把我灌醉，换了花轿。就是这个贱人，害我嫁给了家暴男。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他过得不好。你不是恨他吗？我替你得到陆景怀。真的？你能怎么帮我？
这样会不会害了陆大哥的前途呀？你是想要陆景怀，还是想看着他跟焦轩在一起？我想要得到陆大哥。那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好，陆大哥，刚才是我不对，和嫂子闹了点脾气。今天是陆家双喜临门的日子，我敬你一杯。陆大哥，我明天就要离开陆家了，今晚是最后一次跟您见面了，一杯酒也不肯赏脸吗？你明天当真要离开陆家？打扰你们这么久，我也不好意思。已经联系了一位远房亲戚，说明天早上就来接我。陆大哥，别怪我，我只是想跟你在一起。陆大哥，我扶你进去休息。哎，石月，这衣服真好看哦，在哪儿买的？这花纹真好看，真不错，料子也好。滚开！陆大哥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还很开心，就要了我吧，反正我明天就要离开陆家了，嫂子不会知道咱们俩的事儿。我死都不会碰你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景怀，你要是敢出去，我就告诉所有人说你强奸我。你可是军人，传出这样的丑闻，海上彻底完了。周林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救了你的命，又收留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？陆大哥，真的喜欢你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你怎么骂我都无所谓。来人啊！陆景怀，景怀，景怀，怎么样？老婆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我相信你。好热。火火，我才知道今天是你寿宴，真不好意思来晚了。我姐姐和姐夫呢？姐姐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姐夫呢？家里酒喝完了，景怀出去买酒。我刚从外面回来，没看到姐夫啊。姐姐，是不是姐夫还在生气，躲在里面不想见我？哎，都说了他不在，你闯什么？姐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再说，我是诚心跟姐夫道歉的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景怀不在里面啊！姐姐，我都听到女人的叫声了，你还说不在？陆景怀，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！月，没事吧？是。不可能！怎么这样？
江月月，你发什么疯？石远怀着双胞胎呢，要是有个什么闪失，你给我等着！不可能，怎么只有……妹妹，什么不可能？我说，周同志怎么穿成这样躺在姐夫的床上？姐夫该不会给你戴绿帽了吧？江月，分明是周莹想勾引我老公不成，现在你居然还敢往我老公身上泼脏水！江月月，你胡说什么？景怀眼里只有我们家小月。我说错了吗？说不定姐夫刚刚跟周玲鬼混完，还碰到我们，所以才逃跑。要不然这边发生这么大动静，他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呢。江月月，你找我干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不是让周玲给他灌酒了吗？怎么会好端端的站在这里？老公，周玲躺在我们房间里，江月月说你跟她有一腿。江月月，恶意诽谤军人，将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你说我跟周林有不清不楚的关系，有证据吗？拿出来。我没说，我就是好奇，为啥周玲穿成那样躺在你的床上？你好奇，我还好奇。我刚刚一直在外面静静。既然大家都好奇，那让周玲出来说清楚。周林，你亲口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刚才陆大哥静静说感谢他这段时间的照顾，我明天就要离开陆家了，是没想到喝完酒之后整个人都晕乎乎的，是陆大哥把我扶进去的。陆景怀，听到了？周林亲口承认，你身为一个军人，竟然想伤害清白少女，你配做一个军人？我们要上报给组织，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。陆大哥，我那么信任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周林，你说我把你灌醉扶到房间里，你有证据吗？事发突然，我能有什么证据？只能以死证明清白。你没有证据，我有证据。我刚刚一直在外面静静，哪有时间来非礼你？周林，景怀要真想对你做什么，也不会趁着众宾客都在把你弄到我们的房间里。你冤枉人也长点脑子好吗？就是，景怀呀，刚刚一直在外面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我也看到了。再说，景怀和石院夫妻感情这么好，怎么可能会做对不起石院的事情呢？我看就是周玲不知廉耻，故意想勾引景怀。你们要冤枉陆景怀，他把我灌醉，他强奸我。好，既然你坚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们只好去警察局好好查查，药是从哪儿来的，酒到底是谁灌你喝的？我们把所有都一一查清楚。哎，不过周玲，污蔑军人可是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对，小叶说的对，就把他送到公安局去。是我污蔑陆大哥，是我给他下药，对不起。只说句对不起就完，那未免也太便宜了。我要你写下认罪书，并承诺永远不踏入陆家半步。江石院，你别太过分！我姐，你去哪儿？陆景怀把我赶出家门，背
被你害死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自己勾人不要脸，赶紧滚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景华，你干什么？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让自己清醒。你先出去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。媳妇儿，谢谢你信任我。我们是夫妻，我不信任你，信任谁啊？妈，我帮你。哎呦，小祖宗哎，快坐下，别闪着了。妈，我哪有那么娇气啊？那也不行。哎，对了，妈，这景怀去哪儿了？大早上就没看见他人。景怀啊，一大早就到河边打鱼去了，说是啊，回来给你补补身体。乖宝宝，听见了吗？你们爸爸跟你们去打鱼了。妈，石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石月，看我打多少鱼。哇，这么多鱼啊！慢点。看你，满头大汗。你个蠢货，就要吃！我吃饭呢吗？还敢还嘴是吧？别打我会放过你啊！蒋诗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媳妇儿，来吃点鱼。来，多吃点。哎呀，怎么了，媳妇儿？景怀，我肚子好痛啊！景怀，小月怕是要生了，赶紧去接辆3轮车，小月送去医院。妈，我这就去。小月，能站起来吗？我们到门口去等景怀。我慢慢啊。别吃车啊！别吃车！江时月，都是因为你害我过得这么惨，你去死吧！媳妇儿，妈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肚子疼，累了。回头再找你算账。媳妇儿，我们马上去医院。妈，小月，别吃车！姐，都是你害我的，该死你，该死！咱们陆家终于有后了。是啊，妈。我媳妇儿怎么样了？江女士母子平安，这是龙凤胎，你们看看。妈，你看。多近啊，长得。媳妇儿，你辛苦了。小月，咱们就生了，以后啊再也不生了。景怀，江月月呢？她怎么样？你报警了吗？她死了。死了？她真的死了。
那天啊，幸亏咱们走得早，咱们前脚走，后脚周林啊就把他给杀了。现在公安局立案把他给抓捕了，判了20年了。媳妇儿，你不会伤心吧？我怎么会伤心呢？江月虽然是我的亲姐，但她处处想让我死。妈，景怀，以后我们一家5口好好过日子就够了。哎。